哇！ Fortune Hearts. 咁我哋今次就3個心就整咗個魔鬼出嚟啦。Fortune Hearts. 咁咧，因為我哋側邊有個 mini 啦，所有心咧喺第一行咧都會變成30蚊 mini 嘅。第二行又係 mini 啦。咁即係話我第一同第二行落嘅所有心咧都會係30蚊、30蚊。即係除咗個2蚊之外，仲會加30蚊上去。30、30、60蚊㗎啦嗰度。睇翻上面嘅版就知道啦，60、60、90、30、30。有30啦，乘3就即係話所有錢都會乘3。嗱，我得翻嗰格，如果攞到嗰格咧，就會攞到個 grand 啦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，希望我得翻3次機會啫，希望多啲落喺頭第一同第2行啦。咁我攞得堆 mini 啊嘛。第一、第二行，哇，咁 nice！ 呢度有60、90蚊㗎啦。嗱，得翻最後一次機會，一係就落嗰格攞個 grand，如果唔係就落其他啦。多啲，哎呀！咁你睇下1仙嘅2個半贏幾多錢啦？咁1仙嘅2個半贏咗592個半啦，200幾倍咯，500蚊就200倍啊嘛，240倍啊，差唔多240倍。